傻起来干脆想着我，别让那想的怕马里，傻起来干脆想着我，别让那想的怕马里，希望的从莫让起来，从那当个坚持的，希望的从莫让起来，从那当个坚持的，残念的几笔扎西手。做一下你的自我介绍好吗？谢谢。我是中国电信青海公司推荐的选手财神巴德，我来自青海玉树。今天站在小有很声音的舞台上，我特别的荣幸，也特别的高兴。谢谢。你现在是读哪里的大学？我读的是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。那咱们俩是一个专业。那您不选？